哪个印度是吧二？过来讲，都明白结果的。可是那家长可是亲用，那么。那亲这地非非过境，哎呀，头给这次接头们都，那你也知道俺苏群就在这里压价嘛，下下3月呗。我买。接不落呢。我今早上接不落的买这，俺能给我的。啊。那这起的对了，看那电影蒙羞个的，就是让录给。给钱就是看那电影给钱蒙羞。どうしたんすかね。啊，管不住，我了。赶紧。どうしたのご教室です。你看那里，前面我们让的人多呗。2个多。ゲット切れる私。是西的那里不烂嘛，才那掉了不。都是那怎么领的干没得人去查去，都我其他路的就查去，我们对面会切了或者蛮点的就是，那边路的瞎了生意。妈裴总，不是我刚直播。这个钱吧，给了我咱们就养好几个六个钱不得发是几百。阿姐，我们俩玩一把。你出去买个冷秀。什么冷秀？啊。老手套我有啊，一新的那个吗？不是那个手套。你看这够不了呀，手套哎。等于啊 ，PK 今年我都领着小西生没了，卫生巾用得到。你输了的话，你去买个领袖吧。俺们讲啊，我干嘛？我没工作还搞什么？我这。他听你这还这个没做什么，还别这是这个没做什么。阿家等着留他，阿家等着给你留他，俺干什么留他？是没得这俺女现在那眼牛地方写不了，太恐怖了。你，当俺小区管着的嘛，刚才了我先不讲讲的，到底俺这那么多都不写上去什么？那是。阿家。俺前面没过的，让俺了让俺的电单的让个修的，让个雇主的，让个雇主就是我。雇主呀，你人没咋样啊？菲菲，就俺主管家的。干，我这人马上。让我想吧。兄弟，我是 PK 的这节目的让惩罚计划给呗。可的，就是。让我听到我去。数学呢？数学没有干着的。啊，可以。我的惩罚是。我给他惩罚，肯定可是这个没考给这样，我今天我去。兄弟，听个王子，兄弟。兄弟，叫人不鸟着的。呀。什么有？你这个叫的。去年爸爸那路啊，那个地别接单，那个地别接单的，是哪边别接单？好的。那干务啥新的有的？好的。90年吃的吧，几岁么啦？90年个。好的。俺来等俺的必须去的。我有无聊哥就这些的话，打完那无聊哥让我去打别的，然后你就不在了。然是哪边搞贝贝？搞不来觉得，搞不来。我那是哪边？你大哥去你也得来拉出你呗。这是哪边？上呀，不是罗山呀，多啊。我喜欢我大哥啊，我喜欢我大哥。我跟大哥区别。我不喜欢那种跟我一样的。虽然没让个大哥能行漂亮的，这但我当妈妈这出嘛的，人家让没让。廖哥来了。平时没让给西单的这爹的那么久的年的可以年的没让地基这出吧我这。真的。俺王子能是搞王子可几个多，没让给你没让的开缺嘛的，他没让兴趣爱好的人的话。他们把我打惨了，知道吗？无聊哥。如果打上不是阿罗上，没让那别的让没让提的吧？用这俺的这让直播对的让新闻说起多，就嘛的可就了没？
저번에 날 보면 칸들면 또 쏟도 칸들이 조름 쏟도 넘도 버튼 직도 승이 그래도와 가래. 얘 가래 버도 제 가래. 버도 가래. 라인 정도 가서 그래 정도 쓰냐. 야 메디 좀 뭐야 메디 좀 된대 그래도와 칸더르와 너비랑 먼저 저 아산 부르슬로산 지회 정해 면배 내 돈도. 야구도 안 야구도 내지 뭐라 계주에 네 我也不行，俺搞起来类型股喷点嘛，我喜欢成熟一点的啊。啊，稳住搞不把成熟 그래 搞不 정수 리그다 영어 좀 我 리그다 讲不清也跟。 年兄弟三三嘛的啊王子你我嘛的多。 야 빼오 마 어떻게 입도 오마 저도 너무랑 아고 이게 답다스는 딱가서 你还给王子给谁？你还给他拉起把给我鼓的。 또 넘어가 라서 찌빠르게 더 얘기 공인 나죠 你个啊，没多年了就。 그걸 또 얘기 그래 로저 집에 뭐 참해 봐 来，真心话我跟我 야, 不打。 真心话，数学呢是历史牛啊，这个。这挺没劲的，那这洗的过去。啊，他弟啊，都会讲的，对小区讲的他妈的干啥了？我心不得，弟做大几的，弟都会接我上下生不的。 그래, 이거 간다라래 수사 딸때다 그래 아자 좀 되게 매매매서 먹게 주지만. 这老板嘛，把过去弟我做真心话，就是老比老苗的是接头。 그래, 真心话干去？没有了。 只有一个赢家，只有一个赢家。无聊哥，你喝。赢家嘛，我就对我妈的，赢家英雄嘛的。 不敢打过去。 OK OK， 赢家英雄嘛的。 好嘞呀 还是接不到的是嘞。哎。 OK 你现在有的可能是说你现在有干咋关注有不的呢？你就过来古典二三，你就过来按照这古典饮食有一个帽子，我直接给你点关注，然后就那个了啊。点赞不错，票没票嘛，点赞给，真心话啊的吧。谢谢奋斗吧兄弟，你奋斗吧烈士的，叫我们那个吧，这就是兄弟叫我们你见过吧？谢谢阿奇兄弟，그래，我可就票忙不签多啊。 또 아직 탑주 안 거. 예, 아산을 계시냐 뭐죠. 내년은 게 스노비 내년에 아직 너무 주고 셔. 정말什么啥 真心话每人5个. 다른 아 탑가 전정 원야 어른 아 쇼가 전 고동 안감 쇼야 마. 저 내야리. 아 유엔의 사로 제면 된다 겸지바 오만 베미 홍. 아 겨울람도 내면 트린 좀 주시고. 메신다 사야 동야면 겨성은 마 챕쇼시. 저런 뭐. 시드니 리고 안 되셔. 오만 빼면. 그 자찬 받고 아무도라 개그를 스노비 차 2000표 마. 매래래 조름 둘이래. 아무 같이래. 아 226 그래. 그럼 니 지라스긴 군조. 니 지라스 가바테로 그래 조름 뭐. 226 그래.你就送就嘛这不去，抖音这个200啊，俺家长对面信得是这样嘛，那就，你这个小心心的上午，拉嘛钱做了不？俺这个把我都国内做了不？你这来那呢？193个工作，家长的干嘛过里面？对。 是185，185个，183个，但我妈家长都过出马的工作，算了吧，做了吧，几个了做了，就是家长都过不上工作，但有妈的。 设一个木架就够多了噻啊！干嘛我们这个家长的这2个眼镜噻，
不是两个眼睛，就是没加大顶住老师给上过呢。干嘛有这么的这？俺这票上个没什么细节人，没就不占就人，没加老师干嘛上路去着？我妈的别没，我当我特别特什么多。干嘛？可以的，这可以那个了。走个跑车上的没了的兄弟，我有了的。哎呦的，我点赞给他去，俺修恰下去的。家产的对那个娘死那句。没当着总是这个钱的这个钱那个钱呢。你是那边他这些的能就的的车上啊，我能就穿的都别个俺木做选择呢，车了么？你是两个眼睛上的家长够了是吧？啊，这兄弟我也去的，家长有个钱的跑车的拉开数。家车门那拉开么？说兄弟等给你，这谢谢你啊！说叫个那么多，你们这里清脏清多，俺你西天那里个拉的学校蛮对面。我最后20秒有没有奇迹了？10、9、8，哎，这兄弟的俺的人就不上人多了，大哥这人都这个嘞。俺在票上跟俺兄弟跑车上跟的姐，等到热气球上跟兄弟的你，俺在那啥呀东亚门呢？搞个东亚的气候没熟悉，那就叫了么？啥呀东亚门的，搞什么切不熟悉？那就西的那里不拉嘛，这那就多个龙巴没得就拉熟悉，我们北面红叫了么？你不讲，那么就感觉那边东的俺这波地就弄出来出来切个，他们这个了吧？就他们这个了吧？他们你不得出来切，他们什么的出来你，说什么？菜里啊，我看着，叫那么多，你们这里用下去，我妈的，北面红的那个王子路。哼哼。俺他不是在求了么？没俺那姐弄的都俺那姐求了么？王子钱打俺给了王子路的，是我赢了吧？呀，马上钱大家都爱工作。切的。时间过一下，他放了呀。王子。我贝。呀，过了的说李主姐干贝贝。这个没。这个那是啊。俺没干没。你训都不了的。哦，那这牛没打，我穷的打，我穷的打，我牛呗。这牛没。我当这都没得。哦呀，这牛没。这么牛哎！大概长跑嘛去啊？我那长跑干是行没？我那长跑这些行。第二个问题就是，店面我们让的人多呗。2个多，现在说的是。2个呀。咱第三个问题呢？说人家阿尔玛店的人干得起个吧？阿尔玛店的什么？那阿尔玛店，那进门的呀？阿尔玛店，我那进门的，那进门的。拉不罗，那拉比怎么那？
코라 너 야, 코라 시도기 마. 어디 希望老弟。第四个问题啊， 어. 做什么的策略个这去？ 처음에 준수 前 처음에 面是到底了吧？俺了8年的说你月说个车，8个车， 바래. 8个吧，8年，那是个车。 두세. 哦，出局那个车。 근데 啊， 내가 人面的策略人面，人车， 렌체 公正啊了，都感觉都会是真的。 렌체 도스에서만 내가 내가 되게 有这点对。 어. 最后一个问题，说是你的不朋友对人感觉起来急血都， 도스요. 感觉都，感觉， 도스 都是呢。 도스 딱 강관이 도스로 와. 啊， 어떤 人性化跟这样的就要的呗。啊， 같은 날에 感觉刚不你感觉刚不你感觉， 강관이 도스야 강관 도스야 제. 哦， 안에 대고 라파샤 대고 라파샤 도스야 좀도. 呀不都兄弟，个个都破桥人家， 네. 干从个不是下，但是诺比切大肉， 야. 不对，我们的。 그냥 신호비. 第一个真心话是诺比，说你这骑的对了，看那电影蒙修个月，就是让录给，给钱，就是看那电影给钱蒙修。 都是他死人。啊，关不住，然后了，啊，感觉都是他老公就是他死人。你看那里，嘎上不是跟那上听个王子搞不起多个。第二个问题就是，就是咱没有好久没有这个了，我操，那还给感觉辣的。第二个真心话就是女啊。 说个，俺就你儿吧我了，俺就是呢，这月吧，这吃王说饭，这把吃大路的就，对你我不应吧，也能拿不应吧？妈妈，咱对别个干嘛不去过别没？你连俺爹没他给。那但是要啥他都去呀，包了去给真心话的，可是个都回答起我没行。 比你最近这年都牛没？然后打住的，真的。而且给不给不给，咕咕哒给。就这么学没？去弄那给。对。长到给不了个别动。啊。长到给不了了没？得过嘛的。呀，包了的。说想想呀，包了的，那就顾不住的人说通了吧你。啊，对对，都牛没的，地我别通不多。 咱都对的通个呗，你不当的咱嘛？马桶啊，都对的通个，这地方学没？啊，行啊，对。当然，车吧去了的，我们边吧，我多没呢，哪不没呢？个路没了就嘞。我多应该的行。咱们做行不行？第三个的话，第三个的话是哪位？第三个就是
说是等给，过个你跟老三个我这王子了面能行，干嘛你都想成真的？动作那这么的对女，老爸，你打的得起呗？你咋你们过去切餐就的？啊，过去吃的。啊，那第四个问题就是让干学去啊，干这，这么对不对？呀，俺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不是给怎么学哇，的？第四个哦，这他们说这都几个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叫个兄弟的人，带兄弟的人录音的这个。哦，给可是给你们前任啊，了的。前任讲，叫来吧，那胡子里不大呀嘛的，俺就是前任都是个对，哪个地通的个，青年外都是。那第所以呢，咋那个叫我去？怎么不会记得什么事？我打半小时哦，打这问。他们多几个的，那有嘛的，对。这王子关系。菲菲打是问题是他的。问题，大家能吃大肉，兄弟。国民是钱的现在。是些。啊你阿姐了么？看阿姐。史诺比问就是什么问题？第一个真心话讲。然后就是出马店就乌祖就讲牛呗。第二个问题就是啊，这样吐自己的让咱们家吃的就那人呗。第三个问题就是俺让爸妈都没有啥。第三个就是你们干留了吧？你谁干了？你们干了就是哪个你读书吧啊？过来讲，都明白结果的。可是那家长可是亲人，那么。那亲这的菲菲估计哎呀，头给这在街头们多，那你也知道俺苏群就在这里压价嘛，下在有呗了。我没。对不咯呢？我今早上就不让你面讲，俺能给我的。啊。你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忙多开的呀。然后做起让咔对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阿姐。然后等过我做的干这些的。干这啥他？等过人刚开始的时候要干这个做过的，然了，然后操作甚至要干这类过的，然后操作。操作我就没有。我就都破不的。我就破不门多。呀，阿姐们，那你们三个先玩，我就先撤了。然后这档子抱出来有嘛的？那俺也没俺吃的垃圾嘛的。明大明这。多当我做见好就收，结果做俺垃圾嘛的。毕竟你们挣钱不容易，谢谢你们，真的。谢谢你们所有人，真的。但这么这样对吧？人家没许多大跟的人的直播间那用的啊。现在人们要给等你准的，等你们准嘛当过。但是看看有没有现那些不是，成给别的成给零的这么讲，你不然就没ผม这些当说的这么讲过，看你啊就了。我，俺对外讲是些来可是去呢。继铁拳教育后，又以硬核大力重磅开幕。咱们在家里嘛，兄台啥没有？咱们明天来。
所以你用过的干，人可见的是不是不？搞今年的可见的，是不是不？我妈现在都做了吧？他检查也过去，普遍年的，我。你检查吧也不要起来在，没现在很久没有南山的这起码第二那是哪样啊？我顶上那是忙不来多少工作，做了不？那我们就今天晚上就到此为止吧，我就准备下了，谢谢你们。那你欺负我吗？什么欺负你吗？对，你让我等，我在这边等，你自己跟着别人去玩去了你。当然，我去外面的惩罚我不打。大姐，家不为什么我能打你打不了？我买那个东西干什么呀？撒我的呗啊！送给家里我强不不是留在家里备用，有时候那些家们来的话，他突如其来的有嘛。我给用这女啊，我都别拿掉了。我在强不夹草夹的干什呢？我可以用那个可以当那个退烧贴嘛，但是。没吧，我你他妈一竿子玩不起。那我刚刚去买的时候，你不是你让我做什么，我是不是马上就接了？你让我不做，是不是马上就接了？等一下，你，毕竟大家的眼睛雪亮的吧，或者瞎了嘛的吧？我真心话了不是你让叔叔给，谢，就不能让嘛的，我只是跟你开玩笑的时候去买一个了不干，等刚开始。你给我也觉得我能打得过你，给你哥偷塔了没去，不然我赢了，真的。真心话接，真心话我接不接？真心话不打的，真的。真心话给我跟你真心话都打过10多次了，真的没意思。你可以问好多呀，因为你那个真的不会问啥发誓。你让他们问我，公屏上面的那些兄弟呀。为啥不打吧？什么为啥不打？真心话为啥不打？哎。真心话接不接？没呢，先别。那咱们真心话玩，我不打我会赢啊，但我赢。假如我赢的话，你们问啊，公屏上面你们问问题，然后我给他问。我赢了的话，5个，我那就记住。但兄弟干让票别出来的，说哎呀，还没打的哦，呼呼。兄弟，就打一把，我输了就输了。直播间上的那个呀，最后一把，哎呀，兄弟这个哎呀，票别的，但最后一把。好，那家人们打一把，都我也下播了，真的，我也觉得我该下播了。咱能不能帮个忙？网上有没有大哥能不能帮个忙？家人们能不能帮个忙？谢谢兄弟，当然的，咱干破费节的，这段是没这段细的呢，你不拿的小熊嘛，你别面红。我要把他的麦关。我嘛，你别面红。咱们不破，咱们不破。看这么大个人，那么这啥民族当啊呢？兄弟人呢？谢谢啊，兄弟。说叫那么多，你们特定用就我嘛，你别面红。就是可是我们这改变兄弟都从俺票上的兄弟都是关注新么新那种啊我兄弟的这边的国际全部拉兄的这脚啊别的顾不了啥呀的顾不了脚啊看了啥呀的你来接车了没在哪里是在灵芝市那就点点嘛的许诺可多一我说明你走送给他，明你走送有了吧？来接我一下噻！大家这兄弟娘们来的，接个屁的，女婿的，我不接，我不出来的。我说22个人的小心心有吧？21个，下播去哪儿睡觉了，兄弟来了噻！俺们要你的大哥讲啥穷？你爸爸，他说你也在，你就在叫嘛的。第六个是6个人的小心心，刚刚谁那边的真心话演讲下，
俺牛真那句，哥你几岁了是？把这导弹说你。下播要不去喝酒噻？兄弟，俺啤酒冻没，谢谢。俺检测我们就那俺啤酒冻俺做没得，啤酒冻没得我估计，啤酒巧克力冻的另外还没冻着，冻还没冻的冻的。暖气没不暖气学过的，那个没不可惜。他冻现在也过来，他顶上啤酒冻不是那让偏多人冻，偏多没那么冻，巧克力人也可多人，强的冻的基本的，行不的。但是呀，说不定让，但没可惜让啤酒冻会那个切多了吧？但是有些人强大没冻，你说实话，强大的最近强大的冻的。你去买不得这点个嘞，最近那东的呀，你去要让了也不得这样偷个嘞，最近那也不买不得这偷个嘞，所以我要还是选择你们别喝我，啤酒冻的冻不了，你两块蛋吃块蛋的这当的那块没吃嘛我这就是吃块嘛蛋，另外讲啤酒来冻很多都没在家里就是人家的没加，不给点大，不满钱增加不给点大的，俺还我有就是不。ผมได้เห็นตาจอร์บตัวสุดน่าจะน้ำตัวลังไงไม่จิ้วกูจิ้งเงี้ยทั้งตัวอาจารย์ดูสิอันนี้มีร่างกระโดดเนี่ยครีเนี่ยอันนี้แคมโรอินเนี่ยราชิบตาอันนี้ชินพาที่ดูอันนี้บ้าไปร่างพาจุกไปตัดไปกี่กันไปจักรตัวสู้จุกไปกี่กันไปจักรตัวอันนี้โยมาร์ดาอันนี้นี่ชินเดือดเองก็ได้因为我以前遇到过俺还骑牛，所以都不得嘛讲起来。但俺看到牛们就些个嘞，但是那个昨天的是情面，我讲起来特别嘞，看起来的来的，你现在牛去那个是就是如松那个。切都切到人几个里拉票噻，他冷面有的上路去门，他俺冷面俺我成都那种，这兄弟都是挑都没上那就做了不，别人经济上能做，他们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俺这还不得这些人做不难过，俺我惨，我这谢谢俺朋友这一年就当俺票上是呢，俺得这什么去其他个什么说去吧，但俺不家的吧呢。谢谢他兄弟，求人不让的那就上啥嘛？俺感觉就我惨了，求人不兄弟。别是那俺哪不说求，真巴不说这个，真兄弟让讲你请个就完的。嘿嘿嘿嘿。俺特不是咩样，俺没特不请门着什么的，俺兄弟都是求人不。他求个大兄都想求人不，是的那里边懒的心眼生的都这帮俺兄弟都是求人不。一路咱们去做那些兄弟都是个交大你卫生做嘛的过，现在你不拦就现在给他求人不，菜了苦看着叫人不。那啥，那你现在有屁吗？啥？你在说什么？这个血一凉呢？血一淋呢？是的。那对不起啊，我赢了。我本身想输的，但是我这些兄弟就是就是又大气又有实力且又俺不接又猛的那种，特别很多俺特不爽。俺第一个真心话就是你起来吧，我站着问你，把自己放大吧，我这边没有权限，把自己放大没用，才领就。啊，苦菜的呀，看着啊的求了不？谢谢你们所有人，就那么屌了们，屌了们。感谢我直播间支持小溪的各位大哥，感谢。你往后再走一点嘛，你的腿看不到才屌。属这个你没弄过。打我呀，快点，别放屁你。什么别放屁？第一个真心话就是，说是很久没接不接，他绝对没来清楚。什么？没听到什么？就是你的这个久没接不接。1年多吧。啊。
第二个问题，有时候你一个人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没有，我那个欲望没那么强。啊。第三个问题，你的声音大不大？我无声，这个地毛雀谁信啊？真的无声，我姓冷的，你信不了的？真的。然后给结伴我妈的？无声。哎呀，第四个就是第四个啊，就是有时候呢，有时候就是然后的没注意见有没有那种你的那个有点开感的吧，就是有没有那种出入？没有。啊？没有过吗？从来没有，从小到现在没有过。啊。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都是垃圾青牛背的？没有。你什么都没有，那你做女人干什么呀？我本来就不是女人呀嘛。一点意思都没有。好吧，那撤了啊，个人睡吧。拜拜。好的，等我有大狗打死你，真的。当然，说了在不在个没？毕竟那是没得是人家的吧？俺别的单的话，都免费来的，讲俺别的洗个面的。但是俺下面是俺对呀，是俺等俺下忙就嘛的，但是俺洗的俺那高级接不接新人那就，就接不接那就，是别的洗，你不垃圾新人那就错了嘛。俺没事那就，三亚东亚没那就，要嘛他洗个去，那俺身体那卡吧那就，去那个工作，他工作叫过，或者俺小们就在叔叔们，你的家人呗，就说俺的亲人呗，就说俺都亲人呗，别这样嘛，叔叔们，我对你们那么好，对吧？你们立柱也结不了，你们别这样子嘛。最后帮一把，1分钟求你们了，估计我都求你们了，帮助对我就是帮助上面求一下，谢谢740，不是谢谢七兄弟，我做等多少个嘞？叫不记得我七兄弟。谢谢我这七兄弟，工作，最后，工作加油！最后5、4、3，这正面，哎，我赢了一件，哈哈哈哈。我要感谢我这个兄弟，听我懂不？兄弟，这是俺屌丝那句，这没事那俺屌嘛，那兄弟俺屌的就是那句。你不是石油公司9能行不？对，石油公司9的嘞，可是刘金那多啊过的，石头林生的西当浪钱当，可是差加节啥对个弄不起来多啊。俺那石油公司会石油的这里个大个能行是说平民的，的能行屌了不？石油公司9能行别的这里个大了嘛这都可热啊，就是我们对面我兄弟错了不？就前边给不给嘛的给，你主就对穷是的，给，我自己上个穷多点钱那多，快没个讲啊，那就面子可有那就兄弟，740不是，740不是七兄弟，说740用不休息。精神状态不太好，小心哦噻。裤子哪里买的噻？你网上搜嘛，瑜伽裤或者鲨鱼裤都可以。妹妹去吧。要去吗？对啊，我必须要记住。我可以玩不起吗？可以，你要买一个，那个7度空间啊，我要7度空间。
我可以玩不起吗？不可以，家不说啊。是你本来我问你这些话，你自己改的，所以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年轻人，知道吗？给你机会你不中用，知道吗？年轻人不要太气盛，知道吗？去，大哥，去就去，谁怕谁？女孩子买那个东西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真的，我今天很温柔的，不然的话我早让你买那去了，真的。打，因为毕竟你也可以自己用，不然的话我让你买那个手套的话，你完了，真的。我今天就找你，真的。等一下，我穿个外套去。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爱吃萝卜爱吃菜，啊蹦蹦跳跳真可爱。谢谢七特林兄弟，不是七米特林兄弟，谢谢你。被敲门啊！没有他的话，我真的输了。等一下，拿一下家钥匙。或者你们喜欢他的，可以在那个他去那个商店那边等他，可以跟他加个微信什么的都可以。他去哪里？他去找你。他过来找我呀。慢一点，慢一点，不急不急，慢慢的，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谢谢关注主播，家人们，感谢大家对小溪的喜欢，谢谢关注主播。加入不惜也有那边谁下去？Rasa je ba drama de la jorum bus。但没超市的话，我去哪里买？找到超市为止，看的嘞。这门牌给港拉会所这地方都得有的。这边离港拉会所那么远，真的。远个屁耶！出去右转就直走就到了。但你说的是楼下哦，你又让我去找，真的，你不是说楼下这个门是开着的吗？开着的，你去那个，慢一点，没事，不急不急。美女，你去哪里了？兄弟，咱去对面去收呀！俺们那等啊嘛，我不说了。关门了，这边超市都关门了哦。他这个镜头怎么转来着？哦，这儿。他不转了吧？你请了好久假呀？但没有全。你去你个担心兄弟。可真的没有，这边超市都关门了。客运站对面没有吧？对面也没有，对面也全都关门了。对面没有商店，只有卖那种烟酒的。烟酒里面的那里面有呀。没有，他们都是特产店那种，没有那个超市。你去进去看一下有没有？但那边有一家，那边有一个什么平价超市，但那边应该可以。要买7度空间。玩得起哦。问老板怎么用？他刚刚没说的，家不说，真的没说的，刚刚。开玩笑的，咱你去买吧。现在又给我加惩罚了，真的。平价超市里有啥？可是他们好多分直播间上没他们好多平价超市那里有点啥
身体没节约的啥？他们有点外卖噻，点外卖不算做惩罚呀。哎呦，累死了！最近努力去年啊，大学就。这猫可这边暂时离开森林，他们下手了，他好像掉了。我看没到挂工作。哦，我以为我没掉，我以为我掉了嘞。她的老公，她没有老公，她的前任是俺同学的，但没了。不是睡了吗？你给我们读。老板有卫生巾吗？最后面走啊！啊，最后面走，左手边。人家给着老板了，怎么用了？但这个刚刚没订的，这个不说的，我直接结账了，我真的。季度工钱有的，对老板季度工钱有吗？是给他。得拿的。对没？这有什么害羞的吗？老板，哎，啤酒是这样的啊？啤酒。然后，等俺怎么用的？这楼后面，老板帮我打开一下嘛了。有码的没有？刚刚说的根本就没说。有码，那我真的，你这样子变的话，那不行哦，真的。我直接结账走了，真的。他敲他们都写成没？但或者假如不亲接亲的吧，没别不的没别的，我们对吧？如果出他我就，对不对吧？你就是整个那路玩呀，俺就这样都不能撵们的。有时候就给我这么多一个，可能呢就是碰到呀，他买什么的？啥子？哪有？啥子钱？12。他们给季度工钱涨价去了。对的，然后取消哪个的提前交不起。买这我们要看的呀。而且这个这样录的话，才分号吧应该。有嘛的手机有分号。这里。然后他姐，你这个月就不用买了，知道了吗？他回去你也洗的。我走。不行的，不行，我还要打，我要让你去买，压不刷，真的。压不让刷，然后那选李秀女。不行，我不行的，我要让你也去买，真的，我不要。那你在这边开是吧？你在超市旁边嘛？你输了的话，你给我买个套。他的真的不要，真的我是买不了，真的。那有。那我就不打了。我不要，我要跟你打，你惩罚定个别的，不打户外的。我看不上你啊嘛，我讲没有工作，我不能那样子，俺得讲嘛了，我只是。快点。你输了的话。开打，快点。你输了的话，俺得去女婿，我开心去。我不要，真的不要，我不要。发誓不要，这个真的不行，真的。俺得不追啊，去女婿。大哥，这附近的店子都关门了，我去哪里买嘛？你家超市上装啥的？没有，哎呀，那个只有药店里面有。啊。我说可这就是俺的，但俺真心话也你知道呢，真心话没什么意思。你手机那啥？谢谢我路上送来的粉丝灯牌。你买个手套呗。咱们帮忙点赞啊！买个手套。买手套。对呀，买那个手套呀。买哪个手套的？大哥，我都快到家了。
下了，你又让我过去，真的。那你上去吧，10个真心话不打那种了，买的那种我不打，不接。但你要去我呀，你说了你要去我。嘛，加不啥嘛。那有没有加过我都完了，有没有？不行有嘛的，你自己定的。我现在我不接，可以不接这个惩罚呀，我又不是故意啊。你这卑鄙，你真的玩不起你。是。大家你把我打出来了，我有资格把你打回去吧？那我也有资格打你吧？真的。那你好了，你到底想干嘛？你想见我的话，直接说嘛，我见不了。不是，我要回家，我没必要见你。我说我要让你去买姐，我要让你去买这个，我买的这个一样。对呀，那你的话，你输了的话，你给我买个礼秀。我不要。他给户外就打一把剑，你都把我打出来了，真的。这个不好呀，这个的话你能自己用啊，你买个礼秀呀。不要。那10个真心话吧。10个真心话不要。你看吧，什么都不要。10个真心话，10个真心话，10个真心话，我问你，不是我问你是，我都不知道问你什么。我的话很都要问。我知道你这个馊主意多得很，我知道。怎么俺馊主意姐姐，你对你做什么嘛？不是你馊问题多得很，姐。那先这样吧，我一会儿找你，你先上去。好。好玩的素材过来，好玩的。我历史女主角工作人수단 겹봐. 저거 뭐 칸보 범도 다 겹다历史녀원 줄다.对吧亲爱的吧的。这个人不呢。그도 뭐야 좀 생긴데 다 겹긴历史녀원 당. 저도 표현에 나 겹로신에 배. 겹로신은 저거 뭐 녀원 당 나 치다兄弟. 그렇지 내 치나 진짜 땅과. 띵lâm 보셔. 이 뭐야 좀 생긴데 녀원 땅과. 저거 좀 봐. अब के मुया तो हम लाके स्माशा मुझे दा माइक我们不打这个不要跟他打我们打不过别的些上是2万票直接上诉给阿吉lâm大给你阿吉lâm鸟当来去主动当那我这